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。好朋友国情招你研究一下台湾的布袋戏。咱知影中部出名五洲派开基元祖洪大师、洪大伯啊、黄海大。啊，你若咧看黄俊阳的戏内底听我叫，抓出来拢那片啊，讲话袂改名。即马吼，之前翁仔就开始讲啊。讲魔教的鸟人哪来？唔管讲后壁有啥物仙公咧甲赢土啊，好打伊来正教饭好威啊！教饭好威，即句话台语的成语，甲华语吼相差纷纷啊。教，但是华语的成语比较是好。国情啊，你讲到这我就知啊，因为华语咧讲好假好威嘛，无毋对。啊，台湾人国情定定咧比拼，戏台顶的小生老生。当然要讲互观众听有，包含布袋戏的主演，翁仔举出来讲口碑，嘛是爱讲互台前的观众听有。所以规气用狗甲虎相比拼，狗较细只，虎较大只，狗当然就饭好威。啊，嘛有人另外讲狗饭好威，意思安那要挖要挖。啊，即马之前那片的继续讲好大声哪来狗饭好威，我绝对甲想你甲互伊头青目镜。国情啊，无成咧。国情啊，若成我就去做布袋戏的主演啊！你，毋过国情吼是照即拍的内容，要招你开讲啦。要讲台语的成语，甲华语的成语，甲艺术，拢相差拄啊1、2字。4字内底相差1、2字，原因对倒位来？国情啊，家己咧推断甲猜测，就是这戏台顶的主演要讲互人客听有头青目镜，你若华语讲的是鼻青面肿，无毋对。啊，头青目镜，迄个镜较明哩，吼。讲来到这尔，另外一身翁仔拿出来，这是男主角因舅啊，内山做大水，衫仔拢流出来，伊就对喙讲啊，讲你莫阁转，若真正无够的来，你绝对互抬甲喙骨分尸啦，喙骨分尸。这原来台语的成语，原来甲华语吼差1、2字呢。华语安怎讲？国情啊，我知啦，华语咧讲分身喙骨，啊，可能分身人听较无，所以吼，才会前辈人。因着规气将喙骨扣来头前，后壁他2字分尸。啊，有个人会讲啊，毋得先分尸才喙骨，咱无稽考无掠包的哈。因为社会已经流传即句话，流传足久啊。所以国情用短短也是无布袋戏剧情，招你研究。研究台语的成语，哪会遮相差拄啊，甲华语拢差1、2字，介艺术啊。